艺人鸡排妹郑嘉纯拥有32亿的魔鬼身材，加上犀利直言的个性，常登上新闻版面。之前便有网友表示握有她的亲密影片，当时特地换上跟影片中女生同款衣服做比对，没想到又被网友们拿去做文章，让她忍不住破口大骂：智障和无耻都没有极限。人红是非多，去年11月有脸书粉丝团发文暗示有亲密影片外流，该粉丝放上鸡排妹的照片，强调最近出写真集的知名女星身材影片真的好美。当时鸡排妹还特地换上跟影片中女主的衣服跟影中人做比对，原以为谣言已平息，没想到近期又有网友刻意将鸡排妹的照片与影片中的女子摆一起，写下郑 X 纯，我相信大家都眼熟她是谁了吧？有了名气，竟然为了几十万的通告费，跟男生搞到床上做一些夸张的事，照片也都很清楚了，应该都看得懂。事后遭恶男外流公开流出。甚至还口气肯定地说，手上握有鸡排妹的性爱影片，再度造谣，让鸡排妹暴怒发文2次澄清右边照片当初是来邓清左边，没想到智障和无耻都没有极限，不少粉丝也替他抱不平，纷纷叫他赶快对发文者提告。